来看这个台中和平区的八仙山发生着撩客意外。台湾大学丁山社的学生组一团10个人的撩客团，昨母亲节到八仙山顶的一条溪流去撩客。其中一个24岁研究生无小心跌落20米深的溪谷，去磕着头壳，当场就无呼吸心跳了。送病院抢救也是救无倒来。亲人是透暝为台南赶到台中处理后事，痛哭失声。67个搜救人员做甲无伫咧喘气24岁生出来研究生固定伫咧躺架，要赶紧甲扛离开遮。活的没关系啦。溪水内底有真侪粒大细粒石头，真歹行。因细二更躺架撩过溪边爬上山，因为生出来研究生伫咧母亲节即天栽落山谷，地点阁是伫咧深山路内台中和平区八仙山的高埔溪和石文溪交界。当时生出来研究生和台爬山社的同学，组10个人一团要去撩溪仔。生出来研究生煞无细里栽落20公尺深的溪仔，敢若弄着头壳，当场无喘气。团员紧甲人游去溪边抢救，把报警化救命。办已经帮他做 CPR， 然后我们接手之后，经急救还是无效。OK， 那我们利用蓝单及人力在溪谷中搬运。搜救人员用躺架搬运的方式，赶紧甲人扛落山。不过经过病院抢救了后，嘛是无互救回来。手甲面往条的一直哭，因就是研究生的亲人。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伫咧母亲节即天，赶紧为台南赶到台中。拍开研究生的人面册，顶面有伊爱听歌曲的网络地址，阁写做想要经看到现场的表演。介音乐嘛介带自然的伊，安怎想嘛想袂到，会伫咧母亲节即天发生事故，互厝的人都唔敢相信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